国防特别条例今仔日表决，南北两党分人数优势，三读通过7800亿的版本。墨西哥游乐场甲购物中心相连续发生火灾，上无造成10个人死亡，38个人重伤。中国前国防部长魏凤和甲李尚福牵涉贪污，一审判死刑，万请执行。外界认为讲是军兵要抬价架高。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新闻头起先赶紧来关心国防特别条例，这是伫立法院卡真久啊，今仔日总算表决，也因为人数优势，所以最后是三读通过南北支持的7800亿版本。预算按算是分做2阶段，包括已经公开的美国对台军售3000亿，阁有第二批的军售，上济是含4800亿，也这甲行政院的版本比起来是抬掉4700亿。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制定通过。中央表决大前了，立法院正式三读通过南北党团达成共识国防特别条例版本，预算上限总共扣列大票7800亿，因讲是正序版的1.25条规模做到删除4700亿。我们才是真正中华民国国防力量最坚实的后盾。1.25兆的空白支票，打着保卫台湾、坚守国防的招牌。挂羊头卖狗肉，我们支持强化台湾的国防，但是我们绝对不容许贪污，不容许浪费，而且要求台湾人付钱买的武器必须要拿到。南北主席拢去提起强调在野，坚守审查责任。根据三读条文，7800亿国防特别预算分做2阶段，各并定具体武器采购项目。第一波是已经公开3000亿，美国对台军售包含 M109A7 自走炮、海马式多管火箭、反架型无人机飞弹系统、标称飞弹、拖式自闭飞弹等第二波。一旦美国政府正式同意军售了后，将发起书编的预算上限4800亿。还是给了一个被削弱的版本，排除掉了最重要的无人载具跟它的系统，还有反制无人载具的系统。当你排除掉了这种 AI 的辅助的话，那你实际上你又怎么有能力来去面对中国的挑战？对条例内底排除相关跟威胁项目，民进党团表示遗憾，批评南北剥夺台湾军工产业、国防自主的发展机会，会削弱台湾国防实力。记者综合报道。咱伫咧南美洲的友邦巴拉圭的总统贝尼亚斯带团来访问，咱的总统热情着今仔日嘛主持军礼甲欢迎，而且宣布讲要正式开放进口巴拉圭的鸡肉、鸭肉这个肉类。另外，之前甲咱台湾断交的洪都拉斯，因新的总统伫咧接受外国媒体访问的时就讲，因即马是正咧检视和中国签的协议。外界就认为讲，这代表讲真有可能要准备和台湾开阔邦交。以21响的礼炮隆重的军礼来迎接总统热情地欢迎南美洲的友邦巴拉圭总统贝尼亚第4摆访台，嘛是贝尼亚2023就任总统了后第1摆带团来台湾访问。其实两个人拢捌参加对方的就职典礼，交情真好。罗总统指出讲，台湾同巴拉圭拢真看重69年的邦谊，伫医疗、产业、科技这领域拢有真侪合作。罗总统嘛趁机会宣布讲，台巴会开启经贸的新交流。经过两国持续的努力，我今天在此宣布，台湾将正式开放进口巴拉圭的禽肉，让国人有更多优质肉品的选择，也让台湾和巴拉圭的经贸关系更加深化。贝尼亚表示讲，希望推动两国战略性友伴关系，而且强调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嘛谴责中国对台湾军事威胁，干扰罗总统的出访。Su pleno rechazo a la coacción económica china que forzó la cancelación de vuelos y afectó la prevista visita oficial del presidente Lai a un país aliado. Mi país reafirma el derecho soberano de Taiwán a relacionarse libremente con otros países.
sin interferencias indebidas que pretenden aislarlo internacionalmente. 罗总统一颁奖采约大勋奖给贝尼亚，感谢伊长期替台湾来发声。贝尼亚一摆访台途中过境美国的时阵，捌和洪都拉斯的总统阿斯夫拉会面，伊表示阿斯夫拉对台巴的合作经验是真有兴趣，甚至接受外国媒体专访的时阵，阿斯夫拉嘛讲，当地是毋是承认政府和中国签的协议，方认为讲是台方复交的信号。我们也很感谢贝尼亚总统分享巴拉圭跟台湾有邦交合作发展的一个经验啊。那当然我们态度是开放的，那也很希望是基于这一个共荣的立场出发来发展台湾跟洪都拉斯的关系。对方各国界呼吁开放和台湾交往的声音，外交部中心的维持同款开放务实和袂意识争地的态度，以平等互惠、促进共赢的原则来持续推动双方关系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为着防止这鸟鼠一直生团，台北市就宣布，为今仔日开始，12个行政区要启动全面大消毒。台湾爱市协会就呼吁大众爱用环境治理的方式来取代要甲头好死的想法，为源头来降低鸟鼠食物的来源，嘛减少因的生团地，安尼做才会当真正来降低鸟鼠的数量。斟酌摒扫维持环境的清气来防治鸟鼠。台北市七月开始正式启动12个行政区接续的全面大清消，第一站就对中山区开始。正式启动台北市12个行政区接续的全面大清消，而且就从中山区开始，所以我也特别请产业局、卫生局、环保局等相关单位到现场，以及会要求业者做好整体的环境卫生。台北市鸟鼠的问题是引发讨论，真侪民众伫公园和街仔路拢有看到鸟鼠药啊。敢有认为讲环境部应该订定相关准则？主办人讲，鸟鼠药啊是环境用药管理法规范的，希望中央有全国一致的标准，无就会造成各地方拢是无同款的做法。清除环境中的脏乱点啊，或者是这些老鼠的食物，这个才是正本清源的一个方式。那至于说投药本身，这是一个最后不得已的手段。台湾爱饲协会嘛，呼吁大众以环境的治理来取代毒杀的思维，认为鸟鼠的问题无应该红港化做成鸟鼠伤济，是环境治理无效的精神。那甚至无测定食米和生团的来源，抗药的速度是比不着鸟鼠生团的速度。野生的鼠呢，它就像是一面镜子一样，我们人类的城市、人类的生活环境出问题，治理不科学的时候，它就会比较多。所以我们投放再多的鼠药，用物理的粘鼠板或是其他残酷的方式，是完全赶不上它的繁殖速度的。民团呼吁政府应该参考国际经验，甲解决鸟鼠的问题提升做都市治理的方案，不是干那停伫第一期的喷药啊和消毒。尤其伫气候变迁的影响之下，鸟鼠类的活动时间变长，干那对源头长的食米、风土生团的空间，才当真正解决鸟鼠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防治鸟鼠就是为着要防止汉他病毒疫情继续传开。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讲，汉他病毒袂亲像新冠疫情安尼大规模感染，所以这公众的风险是有较低。另外，各国嘛继续咧追踪传出病情的迄只邮轮，这顶悬的乘客，若是有人甲因接触过，或者是出现相关的症头，目前嘛是拢先安排隔离。世界各国当地追踪洪迪亚斯号邮轮的乘客，防止汉他病毒的传播各扩大。路透社报道，荷兰的卫生部采取通知荷兰皇家航空，一个因为汉他病毒过身的荷兰公民，捌伫4月25日的暗时坐荷航，对约翰尼斯堡飞去阿姆斯特丹的班机，敢若停留1点钟。同航班的一个荷兰籍的空服员伫检测了后，是出现疑似汉他病毒感染的症头，目前已经送送去阿姆斯特丹的病院。另外一个法国的公民嘛验出会当6位人的安迪斯病毒株。目前当地病院接受隔离。这个法国的公民不是邮轮顶悬的乘客，但是捌伫4月25和一个汉他病毒确诊的患者，做伙坐对圣赫勒拿德飞去约翰尼斯堡的航班。另外，还有伫新加坡嘛有2个人，伫登去新加坡了后，隔离伫国家传染病中心，因是捌伫4月7日坐洪迪亚斯号的67岁和69岁的公民。4月27日，因阁捌和第2个死者69岁的护理坐同一班飞行机去到约翰尼斯堡。世卫组织表示讲，到7日为止接到的通报，8例疑似汉他病毒的病例内面有3个人死亡，5例确诊。因为汉他病毒的暗测期会当长6礼拜，未来恐惊会出现更较侪
个较紧的病例。但是世卫嘛讲，汉他病毒毋是新冠病毒，传播的方式无共，评估过后对公众的风险嘛是较低。This is not coronavirus. This is a very different virus. We know this virus. Hantaviruses have been around for quite a while. There's a lot of detail that we know. 经过西班牙政府的批准，洪都亚斯号暗算伫8、6礼拜到加那利群岛，当地港口员工表示讲，毋知影政府会采取什么措施，敢需要挂喙暗，还是封号装备，因为信息无清楚，互因感觉真烦恼。Una vez que lleguen aquí a España y siempre que voluntariamente quieran, porque las personas, las medidas que se toman son medidas que quieren ser voluntariamente, irán al hospital Gonezuya, al Hospital Militar de la Defensa, está ya todo preparado. 路透社报道，对圣赫勒拿德离开洪都亚斯号的乘客至少有29个，是对12个无共国家来的。智利的卫生部表示讲，经过调查，确诊的第一批病例拢是伫灰暗早期的时阵经过智利，已经排除伫智利境内感染的可能性。公司新闻新闻编译。镜头原来关心墨西哥的2场火灾，东南部有一个大型游乐场伫咧办演唱会时熊熊着火，现场几千人是赶紧疏开，不过也是造成5个人无命。也那西北部受一间购物中心嘛发生火灾，上无是5个人死亡，38个人受伤。这么大火，甲规个顶管拢烧了了，浓烟一直冲到天顶，本地欢乐的游乐场即马4个着火。代志发生伫墨西哥东南部塔巴斯科州的首府，伊当阵游乐场当咧办大型演唱会，有几千人入场来参加，无想到欢喜到半暝煞发生大火，大家较紧得命。现场正乱，消防人员接到通报，紧急游水线来拍火，但嘛是有5个人不幸无命。伫同一天，火势嘛来到西北部的西纳罗亚州，当地一间大卖场熊熊着火。乌烟满满是一直冲到天顶去，商场内面唔哪拢是浓烟，天棚一部分甚至是烧甲落落来，浓烟阁灌入去走廊含停车场。这个商场大火是造成至少5个人无命，38个人受伤。一天来连续2件致命的大火，惊动墨西哥政府，总统下令联邦安全部门全面介入。公司新闻林义主编译。进入春天啊，困冬结束，日本的熊是又阁走出来啊！根据日本媒体统计，从4月到今，上无是已经有8人去互熊攻击，也那大多数拢是集中伫咧北平的山区。测试验手着有一个69岁妇人，伊出门买菜时去受到熊的攻击，全死亡。山形嘛传出有老人去互熊攻击，造成1个人死亡，1个人重伤。为着防止阁有熊甲人攻击，或者是走入去鸡条偷食鸡，日本有部分的地区就用无人机来放这狗咧吠的声，甲熊赶走。嘛，好民众若是要入去山区，这防止熊攻击的设备，就一定要早好齐全。大家拢知影，中国是一个极权国家，习近平是甲所有的权力拢握伫咧手头。伊想要做的代志，无人会当动；也若伊想要挽掉的官员，当然嘛是无人会当留。今仔日2位前中央军委兼国防部长李尚福甲魏凤和，因2个就因为牵涉对抗组织收乌西钱，一审互人判死刑。虽然是慢车执行，不过因的后半世人恐惊是拢爱伫咧监狱内底。中央军事委员会是中国层级上悬的军事领导组织，所以基本上内底的人拢会是习近平的心腹。不过其实这心腹之间嘛是有分派系，嘛是会互相安尼斗来斗去，也这寡斗争嘛是习近平平衡各方势力的手段。根据 BBC 的分析，先是李尚福甲魏凤和去互人调查，引起因派系人不满，就换去补另外一个派系人，才逼出后来这何伟东甲苗华，互人以贪污的罪名停职调查。中央军委剩无几个人，其中上大尾来啊，就是张又业。外界本地认为讲，伊是习近平上届亲军的人，因为伊负责买军备，人面嘛真快。也即阵伊的人面算也真做，互伊互人绿调的关键。因为伊的势力恐惊是已经威胁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啊。外界都分析讲，这回这个贪污的李尚福甲魏凤和判死刑，安尼罪名比因2个更较严重的张又业，恐惊是会互人判更较重。习近平会安尼做，就是为着要抬价架高，要在家己的政权换何在。
中共军方高层人士大地动，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推测证实，8日后作为国防部长的魏凤和加李尚福，因为涉及严重贪腐，已经获军事法院一审判死刑，缓刑2年执行。这两位前防长先后被开除党籍甲官职的双规处分，怎么如果被判死缓，刑度比以前贪腐的中央军委高层更加重。根据中国的法律，那两个人伫咧死缓的期间无条件犯罪，一般拢会减刑，降做无期徒刑，不过袂使减刑加刑。所以两个伫后半世人拢会踮伫咧监狱内面。李尚福2023年3月才接国防部长，上任无到半年就无搁出现伫咧公共平台，针对中共史上任期上帝防长，官方指控伊利用职务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取巨额的汇款。伊以前长期负责解放军装备采购，伊这边研究来表示，中国军工系统内面可能有正大贪腐强性结果。伊拄上任时阵请兄出访，怎么看起来真口水？我就任国防部长以后啊，首次出访，专门来俄罗斯。共李尚福共是被判动刑的，一个伫咧伊进前做国防部长的魏凤和。魏凤和捌做过解放军火箭军首任司令员，被认为是习近平的直系人马。两个人拢被揪来，看会使习近平对军队内部的忠诚度，也个腐败的问题真不满。分析人士讲，装备发展部甲火箭军是中共最近这几年大力伫咧投资的两大核心。怎么两个拢发生弊案？习近平用当判两个国防部长，除了会当抬过架构，也互外界认为是为了进一步要整肃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这个国家高层的将领做准备。这场军队所谈的风暴，短期内恐惊是袂停来。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要甲全球扣10%的关税，这项政策是去互美国国际贸易法庭裁定违法。因讲川普引用法条的理由无成立，不离个汽车、钢铁甲阿鲁米的关税，因为是根据另外一个法条来扣的，所以袂受到影响。川普后礼拜要访问中国，甲习近平谈贸易问题。本来关税是伊重要的谈判武器，不过说是推测各互因家己的法院说明，美国贸易法庭3位法官用2-1的评议结果认定，川普政府引用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加扣全世界关税，理由无成立，因为这项法律是设计伫咧严重金融危机之下使用。法官认为，这虽然有庞大的贸易逆差，不过也无到这种紧急的程度。川普批评拢是两位激情组的法官伫咧变鬼。不过，即敢有提国的玩具商甲烹料进口商两间企业，一个提出立关税证据的华盛顿州，会让免缴税并且退款。其他的进口商伊原来乖乖付到7个临时关税到期为止。伊若提诉讼要求全面禁制令的24个州，因为并不是立关税进口商，也拢被驳回。伊若引用同款贸易法第232条扣的钢加阿鲁米的关税是无受影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白宫对这项判罚的结果应该上诉。川普伫去年4月引用紧急经济权力法，对差不多全世界所有国家拢扣10到50%的关税。不过今年2月互最高法院判违宪，川普当局遂引用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更在提出150天的临时全球关税，怎么也失败。以后可能会改用永久性的301条款关税来代替。川普推测也大文警告后面，就要伫咧7月初时，美国250年国庆日进前批准甲美国的贸易协议，那么将会面临着国家权的关税。后面甲美国今年已经讲好势啊，大部分后面输出给美国的商品关税定伫咧15%。不过，川普对各国批准落实这项协议的速度无满意。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辑。南韩首尔举办一项困中斗的比赛，鼓励参赛者装作无同款的造型来参加。有人装作是公主，嘛有人变成是无尾熊，充满创意。最后，这场比赛是一个80岁阿公，伊困上路面，摕到冠军。因拢挂眼袋也是太阳目镜。初二参加首尔困斗比赛的人，来到鲁里岛汉江公园，伫咧这片草地，笑日光，阁有风微微啊吹，困甲是甜蜜蜜。今年主办单位提出的 dress code 主题是困美人也是王子。这位小姐甲家己钱入去灌通的红仔内，得到最佳装扮奖。 평소에 잠을 잘 못 자요. 그래서 빨리 깨기도 하고 잠을 잘 못 들기도 하고 금방 깨는데 오늘 코알라 잠을 아주 잘 자는 이 친구를 데리고 코알라는 잠을 잘 자는 동물이잖아요. 그래서 코알라 덕을 좀 보려고 코알라를 입고 왔습니다.
这个平常时啊爱读册、佮爱做线工的学生，伊是扮做朝鲜王朝的皇帝，拍算要来遮好好补眠一下。 평소에 뭐 시험 공부나 이런 것들로 잠을 많이 자도 한 3-4시간밖에 못 자는데 저의 잠에 대해서 한번 뽐내 보려고 이 대회에 참여하게 되었고요. 随帮参赛者虽然看起来拢已经咧上大面，不过是毋是真正困去？主办单位会用鸡毛、摇因的手，也是放猛的叫声来试看因有偌大的本事。90分钟比赛了后，公布结果，困眠品质上好的是一位80几岁的老阿公，第2名是工课做到要忝死的上班族。 회사원으로서 이제 매일 출근하고 이제 야근도 가끔 하고 이제 또 지금 제가 출장에 나와 있어가지고 출장 가서 운전도 많이 하고 이러니까 많이 방전이 돼 있는 상태였어요. 근데 이제 딱 여기 이제 장포자기 대회에서 요거 한다는 걸 보고 이제 저희 가가지고 내 방전된 상태를 잠으로써 이제 100% 충전시켜야겠다 이 한강 바람을 맞으면서 그래서 이제 시청하게 됐고. 이제 운 좋게도 제가 2등이 돼가지고 지금 매우 기분이 좋습니다. 南韩是经济合作加发展组织内面工课压力上大、困眠不足上严重的成员国之一。这项研究显示，南韩成年人实际困眠的时间平均伫6点钟13分到6点钟58分之间。这场困斗比赛用意就是在鼓励人爱适当的休困，才有法度行更较远的路。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 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第一台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